我就一个上班族啊，我现在手里有28万啊，然后我准备买一个15到20左右的 SUV，没毛病啊，留点钱就娶媳妇儿。15到20左右的 SUV，上班开代步啊，还怎么事儿？就是代步啊，因为我在新疆，我想买个纯油车。在新疆的话，纯油车的情况下，就是唐山买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费油？啊，我想就买个这种城市的 SUV，就城市的 SUV 就是咋的，10来万块钱啊。对，就20万以内的，20万以内的就推荐唐山买，啊，坦克300。对，要不就本田 CR-V， 省油又保养便宜路抽的。大众途观 L， 这个途观 L 怎么样？这个车没毛病，直接干大众途观 L 啊。啊，因为我是看那个24款老款那个24款的途观 L， 对，干途观 L 买那个完事了啊，准了。2.0那个2.0T 14双离合，就干它吧，啊，准了啊。